星爷要拍功夫桌球了。好莱坞的动画片《反斗奇兵5》上映1个月，昨天票房呢也冲破了80个亿人民币，不让星爷专美的。功夫女珠呢昨天也冲破了20个亿啊。哪吒2呢是全球排第4位的，票房呢164亿人民币。第1位是《阿凡达》，票房是212亿那个人民币。星爷要脱贫啊，还有很大空间的嘞。下一部戏呢，他想了拍功夫桌球。星爷呢收藏了200多支球杆的啊，那天他要送1支签名的球杆给我，我怕麻烦不肯要啊，现在有点后悔啊。趁着他去广州啊、佛山宣传功夫女珠，我就在那个商场那边摆地摊，星爷的签名球杆卖500块，会不会有人要呢？